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屏东有市场业者违规用喷饲猪，县府依法罚款总80万，限制业者因的猪仔抢饲，取消因相关的补助。南北季风变强，今仔透早苗栗公馆上高敢若11度6，要到拜六南北季风开始减弱，气温才会回升。今年第一波境外空污风飞沙，伫昨下晡到昨暗上严重，拜四阁有新一波风飞沙来到地。非洲伫这方疫即马有关袂使用喷来饲猪，毋过屏东县府去稽查猪场，煞伫咧屏东市的猪条查到讲有业者违规用喷来饲猪，县府是依法甲伊罚当总80万，另外限制业者因的猪仔来上市，取消因相关的补助。工作人员赶紧喷消毒水，消毒车嘛伫猪条外围压。非洲伫这防疫也未解禁饲喷水。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和动物防疫所持续联合稽查，17号伫屏东市发现一只猪条偷饲喷水，业者互县府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60万，另外违反饲料管理法开罚20万，总共罚80万，是屏东县目前开罚上悬的案例。为民众检举，并配合警方多日查获。现场立即采样猪只及处予送验，非洲猪瘟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已排除感染之风险。县府表示，这间猪条大约有590只猪，查的时阵拄好咧煮喷水，涉案业者本身有再喷的牌，本地应该甲喷水送到环保局指定的气化场所，煞违规甲部分的喷水摕转来饲猪。其他的饲猪业者讲，即马是非常时期，希望业者大家会当照政府的规定行。那养猪业者它需要有蛋白质来源，我们还是希望鸡啊、鸭啦，包含到鱼类宰杀的这一些内脏下脚料，还是由养猪户现阶段帮忙去化，这样子才是一个解决的方式。这是我们目前养猪的一个大概的趋势，我想也比较能够符合大众的一个想法跟理解，而不是出于2个字就把它封杀掉啊。其他饲猪业者表示，希望政府和地方会使赶紧讨论做统一处理喷水的方式。若要改用饲料，嘛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让猪仔适应。县府当场要求违规业者，把当咧煮的喷水抽出来，送去焚化炉处理，而且暂时红色喷槽禁止使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讲，有一个姓黄的通缉犯，今仔透早是去互家人的警察追捕，伊洗车违规对病狗都弄入去铁轨道，顺铁轨道驶去到台铁的家人站头前，落尾车是破链，驾车等伫咧铁轨道，警察抓人报案。欲盘查可疑自小客车，为该车驾驶见警，突然疾驶由龙安街火车铁轨往南站方向，随后弃车逃逸。警方同时通报铁路局应变处理移置车辆。警察伫姓黄的嫌犯伊的车顶查到毒品，佮查出伊因为公共危险甲伪造文书去互通缉。侦讯了后，依法就办，也因为姓黄的通缉犯移动歹代替的设备，佮甲车等伫咧退记录，致使家人到七度火车单线双向内驶，也代替紧急抢修设备，会向姓黄的通缉犯来讨赔偿。也代替的意外，还有一站哦，这个代替的火车是发生行动电源导火意外。早起一班区间车准备要停靠台中嘉兰拿，一个旅客行动电源煞烧起来，火势赶紧来拍花，加载无人来着伤。也这班列车呢是前22分钟，代替无排除要来讨赔偿。车厢呛出高烟，座椅阁导火，乘客是真惊吓，赶紧装落车。第5条有那个包包烧起来，全部都是烟雾。有人赶紧到月台摕灭火器拍火，并且将导火盘影刷出来，加载无人受伤。二日透早6点外，代替这帮上班的区间车，准备停伫台中嘉兰那站的时，车厢熊熊呛出白烟，原来是盘影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开。行动电源突然不明原因自燃，经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使用灭火器扑灭。警方表示，潘亚是一位学生的，出动时并无使用行动电源。火势拍发了后，这帮列车前往丰原站，由警方收集证据，晚22分才出发。其他的班次是无受影响。我都会事先冲好就来坐车了，这样我不会带那个。火车上的旁边不是都电器设备吗？
对不对？而且人都这个坐火车的很多是那个老人家，对，然后要跑也跑不快呀。根据台铁统计，最近2年伫列车顶面计共发生4站行动电源家己小开，这个是今年第2站事故。因为这帮列车的椅仔甲涂骹也受到损害，台铁向这位乘客求赔偿。那总有牵连到公共危险的部分，也依法上班。不过台铁目前对旅客扎行动电源并无相关的规定，敢来当用可能的提醒旅客爱扎伫身躯边。铁路法或是铁路运送规则目前还没有规范嘛，说它不能带上车。然后我们是会加强宣导说，我们的行动电源希望你随身携带。那它很容易燃烧，所以说那它属于是比较高燃的一个金属啦。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对于这个正负电体的话，就尽量不要去让它去接触到。立法老师指出，行动电源内底的锂电池，若阵本身的品质无好，加上放置无稳定，也是高温的环境，就真有可能烧到甚至捣毁。使用的时要加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因为东北季风变强，气温来降低哦。今仔透早苗栗公馆上寒，干那11度6，就要等到拜六东北季风开始减弱，这个气温才会豆豆回升。另外，目前呢，菲律宾的海面有一个新的风台天气，天气无应该会扫去越南，对咱台湾无什么影响。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台湾各地有较凉冷。拜三早起，平地上低温伫苗栗公馆来到11.6度，是今年入秋了的上低温。气象署表示，拜三日是中部以北差不多是20到22度，一来中南部地区是25到27度。暗时开始水汽会变济，北部、东北部和恒春可能会落短暂阵雨，南部和中部的山区嘛有可能会落零散雨。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带来了一些水汽，所以可以看到降雨是逐步的在增多，尤其是在北部、宜兰还有东半部跟南部地区是比较容易出现雨量比较偏多，会有些短暂雨的状态。气象署讲，东北季风的影响会一直维持到拜五。拜四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和南部会落短暂阵雨，因来拜五各地是侪云到好天。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温度会豆豆回升。也毋过早暗的温度变化也是真大，提醒民众就要注意。至于到了28号到29号清晨这段时间，天气虽然转好了，但是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特别留意配合辐射冷却的效应，在清晨的时候温度都会比较低哦。我们预计在礼拜六的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另外，拜二暗时伫菲律宾海面形成一粒新风台天琴。气象署表示，目前风台预测的路径会按南海对越南的方向去，敢若会互台湾带来一寡水汽，未造成直接的影响。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中国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也为着要加强台湾的作战这个能力，咱总统热情着是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来投稿，讲要提出美金400亿，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新台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要来展现咱防卫决心。总统也强调，25号起地中勉励中部救灾部队，肯定国军全心全力投入华人救灾的贡献甲付出。那一定要不辜负你们身上穿的这一身军服的荣誉跟责任。那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国军战力一定更强。强化国军实力，提升国防自主甲无对称的战略。总统也强调，导书稿华盛顿邮报表示，台湾会提出一条400亿美金的追加国防预算，包含对美国新的重大军购。加速打造台湾之盾，强化无对称作战能力，展示自我防卫决心。也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并且指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用实力依附和平，国际社会才会更加安全。台湾面对的状况是中国每年以7%的成长速率，在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军费达到8兆，因为有威胁。我们当然需要有国防，就像家里因为有盗匪，你当然会需要门窗跟锁跟保全。提升国防预算，这一点我们是不反对的。可是当你的国防预算占了我们的台湾总预算到1半的时候，在战争中的国家才会用这样子的比例去编列。那请问，两岸现在是要面临战争了吗？还是今天所谓编列的这么多的预算，只是拿去缴保护费？
赖清德伫投诉当中讲到，北京伫台海、东海、南海甲规个印太地区增加起诉康的行动，无顾一切要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意愿是愈来愈明显。台湾爱强化戏精甲主动的能力，承诺2030年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不过，哪位也烦恼讲400亿美金的国防特别预算，会影响到社会福利、教育、民生、卫生、健康等等的预算。另外，美国国会管理下的美中经济甲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最近伫年度报告当中，建议指示国务院透过海外军售案，予台湾以非武器支援服务的形式，资助美军伫菲律宾基地升级。菲律宾军方表示无接到美国的通知，对相关的讲法无评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针对总统赖清德甲美国华盛顿邮报投稿，讲台湾要提出美金400亿，差不多是新台币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要甲美国买新武器来提升咱的战力。来看赖总统伊的回应。为了筹建因应未来战争形态的关键战力，国防部已经完成强化防卫韧性及不退阵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及预算的规划。预计在未来8年，2026到2033年，投入1兆2500亿元的经费，来建构包括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先进防空系统，引进高科技及人工智慧，建构高效决策、精准打击之强韧防卫作战体系，以及提升国防自主。壮大国防产业，迈向经济与安全双赢等具备3大特色的先进防卫作战体系。也行政院办的在位法17号，南北党团拖咧，暂时是未列入去议程，确定无法度伫1礼拜5的议会上委员会审查。也针对在野党的做法，民进党团是话讲哦，无排除提出公投，用民意来反制。行政院办在位法前一天伫立法院听事委员会，和南北党团暂缓立案，确定1礼拜5议会无法度复委审查。行政长杜英泰26和工商业界会谈，列出中央明年规划要推动的各项政策，嘛讲到在位法和明年度总预算要摕伫立法院。天下也许会有白吃的早餐，我就在这里白吃了一顿早餐，做了这样的报告，因为我们没有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能让这种无奈发生。杜院长无奈表达心情，那民进党团就呼吁，无排除提出公投，用更大的民意来反制南北的做法。对于国会多数通过不合社会期望的法案，当然公民社会就会运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纠正国会的错误。我看民进党立委这个讲法是也有点拖延来摆烂而已啦。要公投可以，公投什么都可以公投嘛，哦。然后公投就明年11月大选的时候办公投，那时候再来决定。那这段时间呢，1年的时间怎么办？另外，南营的地方首长持续呼吁，行政院应该就院办的在位法提出完整的计算表和金额内容，和各县市政府讨论。财政部其实可以做得到的，干嘛不拿出来呢？其实把试算拿出来，大家充分的讨论、沟通完以后，就全力以赴嘛。那如果说这个试算出来的金额跟版本比现行版本、比国民党版本还好的话，那我们会感谢啊，那我们会帮行政院来支持。台中市长卢秀燕讲，那行政院版本计算的金额比这摆版本更加好，伊当然嘛会支持。相信无分哪里的县市，拢希望行政院赶紧提供精准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积电前资深副总经理罗威林，以涉嫌偷摕2奈米晶片的机密，走去到竞争对手 Intel 来食头路。也台积电今嘛是宣布讲要来告罗威林违反营业秘密法。台积电正罕见地伫咧立5发声明，讲影响智慧财产抑个商业法院对前资深副总经理罗威林提告。的提告主要是根据台积电除了甲罗威林有骗过合约书。罗威林在这个时阵要签竞业禁止同意书，一个营业秘密法的规定。不是在一个核心的部门，在一个策略的部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台积电的大动作提告，主要是因为罗伟林自93年开始来台积电担任副总，103年离家，如果升做资深副总，虽然伊的职务毋免管理研发部门，全叫因来开会，抑个提供资料，未了解正直的研发，抑个未来规划先前制定的技术。到今年7月27退休，先是讲要去学术机构做，结果煞走去 Intel 做执行副总裁。台积电的声明讲，罗伟林正有可能使用或者是泄露、告知、交付或者是转移台积电的营业秘密加机密资料给 Intel 公司，所以才会提告。职业道德上，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跨越但是在这一次的个案上面，就考验看看这个台湾在制裁权的跨国处理的司法实务上，看看怎么样台积电的高层退休了，早期竞争对手迄边做已经毋是第一遍。之前台积电的前研发资深组长刘明祥，伫退休了，先去清华大学教书，尾也过走去三爽，和台积电故意违反竞业条款甲营业秘密，去让准法院判2015年年底进前，刘明祥未当替三爽提供服务，这边罗伟林事件正共款，讲要去学术机构煞走去 Intel， 才和台积电告。台积电目前在法律上面唯一可以控告罗维仁的部分，也许也就只有在所谓的竞业条款的部分，还有就是可能有泄密的可能。专家认为，就算是台积电发现有泄密，也过就要先证明 Intel 有使用台积电的技术，以商品技术伫咧市面上流通，才有法度用法律行动保护台积电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工商早顿会行政院长到阳台视察部会首长甲工商协进会来交流，也讲到关税谈判这个进度，对阳台表示讲已经完成技术性的协商，等咧互相确认细节。也台湾敢是要投资美国4000亿的美金？谈判代表杨定尼表示讲若有答案，一定会公布。吴理事长最近可以说是人财两得啊！第一个把这个回答黄仁勋先生留在台湾。这会场就讲到新秀最近甲北市府的分手案，行政院长到阳台一拉甲各部会首长、甲工商协进会企业代表等开一年一摆的工商早餐会，理事长吴东亮开场，对政院真济项政策表示肯定，也观察关税议题。我们也衷心期盼台美关税谈判很快可以传来好消息，让大家在稳定的经贸环境之下，全力来拼经济。目前各种技术性的磋商已经完成，我们在进行到总结会议之前，还要有一段文书交换的过程。现在就在文书的交换，确定一些内容。对于投资金额是不是外媒报道的4000亿美金，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定尼表示，这是外面一直在休，最后答案一定会公布。工商业界也在会中提出47点建议，因应经贸变局部分，建议提出完整而且有效因应策略，强化关键矿物策略，协助摆脱钢铁业、土电外销市场困境等4大方向。不过最近一礼拜休3日连续通过，今年安算伫12月7日进行正式回应说明。产业界看法也加做重点。如果贸然实行周休3日，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承受？如果工时降低了，你的收入也降低了，这个对我们劳工朋友是好的事情吗？也不一定了。所以我建议这东西还是要这个从长计议。我相信只要有好的配套，应该是有可以研究的。预防治疗近期展望高动量心情乐观，认为目前电子产业后未来或者是动能也搁伫咧，不过提醒传统产业相对冷清，安怎减少 M 型化差距，依然是重要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好，又个是诈骗。新竹科学园区有会计收到诈骗集团假作因公司所寄批，也依照指示买回30万去海外考察，加在公司有发现，加动落来。查某人来柜台一遍免领60万，行员感觉怪怪，主动甲关心，煞害伊生气。警方来了解，才知伊是互诈骗。是你们不让我领，不是我不想领。没有不让你领，所以我说我想要确认的。诈欺无所不在，依照拢是骗个人。即马诈骗搁再翻新，有境外不法集团上准产业界，特别是科技业，已经有滴科的企业受害。甲公司超过30万台票的资金汇出去，险有不法的诈骗集团变去。
假冒公司的负责人或高阶经理人来说，我们这边有一些生意要合作，那要求公司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笔款项比较急，那希望你能够赶快汇款。我们运营中心的这个成立，我们主动的是先从宣传来，让他们知道万一有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进行了解、防治，甚至是后面的追查。这款的诈骗手法，先伫网络敲出企业公开电子批甲联络方式，用足亲像的口座假做公司的负责人，假配合员工，要求加入咱的群组，用根据付款这个话术，命令即时汇款去境外的口座。警方阁补充讲，诈骗集团所用电子批的口座，嘛可能和企业的口座一模一样。一个情形是他有可能他的账户就是已经被盗了，所以他收到信件的账号就是跟公司内部的一模一样。那收件人可能他一时不察，他就也信以为真。因为境外汇款拢要开2天到3天，警方提醒讲要甲钱入定来，就要把握受骗了的黄金48点钟。检方嘛建议讲，企业牵涉到大笔的汇款，要有几下场的验证，和厂商的联络，嘛要有专人做联络的窗口，事先甲有方的工作做好。和诈骗集团无法度出手。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化妆品验到苏丹红，就是新加坡原料进口商伊无确实来登录用途，当中12间业者20项产品去用到来出问题。卫福部罚这个原料进口商500万，依法上法办。我们本来是有18个化妆品被下架，今天早上已经增加到20个了。苏丹红化妆品问题继续拖烧，对2年前的食安问题，到今嘛已经影响到化妆品、头妆用品，引起社会关心。拜三，卫福部伫立法院社权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有立委认为这寡苏丹红会流入市民，甲卫福部放任化妆品的审查机制有关系。你们从113年7月你们化妆品本来是许可制变成是登录制。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制度上的一个转变呢？这样的转变会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破口？对此，卫福部澄清，登录制度是参照欧美、日本，基本上制度是无问题。这个会出问题的原因是苏丹红的进口商预防企业无确实登录用途。我看起来也难以管到这一家，因为它其实就是参为假冒，是一个诈欺的行为。它登录进来的时候是植物着色剂。所以它的用途不见得是只是在化妆品而已。卫福部表示，目前已经发函新加坡，不过到达也未收到回应。食药署嘛已经冻发原料进口商500万以上法办，会继续查检下游的12间出问题业者商品，未来也会甲苏丹红列做重点的查检项目，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陈顺、林秀凯台北报道。今年第一波境外空污对内蒙古来，防备沙伫咧昨下晡到早站上介严重，也拜四会阁有新一波防备沙来到地。也讲到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拜六透早中部以北这个气温有可能会降到13度。过去伫春天才出现的中国山尘暴，今年煞伫秋冬提早到台湾。今年空污季就安尼开始，环境部监测伫拜日下晡到暗时影响上明显。土远的观音测站上悬浓度到每立方公尺174微克，是感觉是提前等级，而且即马慢慢向中南部山顶动。观测到内蒙古那边，就是还有慢慢在逐渐有沙尘现象的一个发展。大概明天的下午到晚上，可能会逐渐影响到我们台湾。另外，环境部目前阁监测到内蒙古的测站 PM10浓度1000到3000微克左右，会对东北季风拜四下晡到位，按算影响一日。环境部指出，一礼拜之内出现2摆，而且是第一摆甲第2摆确实是真少看到。在一周会有2波，这个的确在过去我们也比较少遇到。不过，当然这个部分就会跟。因为现在气候变迁的状况其实已经跟过去已经不太一样，我们会关注当地的发展。天气方面，拜三全台这份好天，暗过暗时开始，南部、东南部水气增加，拜四规天可能有雨，因为一直受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依然偏低。气象署提醒中部以北甲宜兰，气温也会继续降低。我们预计在礼拜6的清晨，中部以北及宜兰有机会下探到13到15度，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在17到18度之间。受东北季风影响，今日透早标列龙街场出现11.6度的低温。气象署表示，这是入秋以来伫观测站看到上低温。另外，拜六透早有可能13到15度。
因为有测台北市的测站未比14度较低，所以认定无达到冷气团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好，也若到秋冬天分林咯，因为环境的条件，致使讲即个污染物较恶排出去，会来积掉咧。也为着要减少污染源，环保局是用 AI 烟雾辨识系统，甲无人机来掠野外小物件即个违规。今年已经掠到352件，也这相当会当罚到10万。环保局接到通报，随自动 AI 烟雾辨识系统加无人机加强处理，找到伫此外小物件所产生的烟雾的所在，用土地坐标加地号追查行为人，规单处罚。通报群组的及时检举讯息，以科技监控加上民众协力的双重防护，遏止非法露天燃烧行为。今年查获352件。一机会再入去啊。讲即摆拢会开发咯吼。有啦，就拢尽量是莫烧啦，是拢，然后会放就放掉啦。环保局讲，伫已经接到通报，被追查到行为人正无容易，即马用空拍机会当即时掌握状况，提悬处理行为人伫此外烧物件，依照空污法会当罚清理到10万。今年分林县处理352件内面有50件开单。叫咱政府安怎规定安怎行。好，系啦。会感觉讲困扰无啊？啥啦？有啊，伊嘛是困扰你草你也无烧，伊白糖还变济啊。假日、夜间，还有每年的9月到隔年5月这样子的一个空品不良好发期间呢，则会加重裁罚。环保局讲，以前常常有农民或者是一般民众，伫休假日或者是暗时伫此外烧物件，因过即马用 AI 烟雾辨识系统加无人机伫咧空拍监控，会当24点钟久掌握潜在燃烧热点，一个异常的烟雾动态。只要若发现，就当锁定开单，希望民众唔通搁再偷烧。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乡镇市的人口伫咧市这部分哦，过去拢是彰化市上侪人。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彰化市的人口呢，对2010年开始就一直咧降，电到是新竹县竹北市。今年初哦，这个人口呢，就已经来到22万人。11月时呢，就赢过彰化市，即马是变做全国县辖市人口第1名。也除了这个竹北市、竹东镇。湖口乡呢，嘛是全国人口上介侪的这个镇甲乡，甚至县正做乡镇市人口的3冠军。车路顶的车辆来来去去，大家准备去上班。根据内政部统计，新竹县竹北市这几年人口数不断增加，今年初人口已经来到22万人。这个月，佫悄悄赢过彰化市，变做今嘛全国县辖市人口的第1名。这边就业机会多，然后商业也越来越发展，然后又交通虽然平时交通不便，但是往返南北都蛮方便的，所以在新竹县生活其实还不错。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竹北的施政发展有卓越的突破，不管是在国际的奖项，或者是专利的展现，亦或是创新，还有美学的城市治理，都可以看见竹北跟其他城市真正不一样的地方。伫台顶欢喜庆祝摕到冠军，大新竹地区这几年因为科学园区的关系，人口增加的速度紧。到10月底，新竹县总人口已经有597144人。除了竹北市以外，竹东镇、湖口乡也是全国人口上侪镇甲乡。新竹县也升做乡镇市人口的3冠王。这几年来积极的来推动我们县政的政策，让我们这个3个乡镇市是让大家喜欢生活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让小孩子喜欢就业在这边，所以我们的政策的带动，让大家成为全国最大的乡镇市，这是我们看得到是最好的、最真实的一个回馈。县长杨文科指出，未来会继续以科技首都做主题，强化在地文化特色，缩小市区甲庄脚的差距，带动地方繁荣发展，互伫新竹县生活成做一款骄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罗欧和平计划28条侵害到乌克兰的权益，也即嘛是改做新版19条。美国已经派特使去罗西亚甲普廷来见面协商。也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敢会坐到阵做伙针对这19条计划来会谈，目前也无确定。
对原本由美国、Russia 共同议定，外团包含 Russia 上大要求28点航线经过顶级就外伫瑞士一个外，修改做19点。乌克兰只是表示已经准备好下一步。Framework is on the table, and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personal engagemen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with Europe. And I'm ready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ere are sensitive points to discuss. 外部分析修订了19点，更较接近乌克兰甲欧洲立场，强调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在承认。Russia 方面对被占领区的控制，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的感恩节传统活动会议特赦仪式，对这份可能结束能够冲突有正面的信息。I think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deal. We'll find out.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到阿布达比甲 Russia 官员会谈，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也伫川普伫社群媒体答问，期待应甲泽伦斯基总统甲普廷总统会面。不过，刚才伫中止战争协议已经完成，或者是进入最后阶段迄时阵。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ког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очтут сво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с украин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с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завершенными, они н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уют. 前乌克兰外交官警告，冠让领土依然是主要障碍，表示虽然部分基地已经强势，相对协议依然正远。虽然有阿布达比的谈判，美国白宫正面相会气氛，无法度互和平赶紧到位，但是 Russia 乌克兰依然互相轰炸，造成重大死伤，反倒来显示局势依然严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上新的风台天气虽然讲未影响到咱台湾，不过风台是扫对菲律宾，菲律宾是来淹水，车路变水路。同款伫咧东南亚，泰国南部9个省做大水，已经有13人来死亡，咱台湾人尚无有5个失踪。马来西亚同款是这大雨落几若天，即卖是体力18000人。这段河中水位一直涨起，民众行地路亲像咧撩河。这台大货车伫车辆被淹的状况之下咧驶，顶头还佫载替雨伞人。泰国南部9个省为11月2日一直落大水后，河川泛滥，各大走人命。当局下令特例，总理安努廷宣布，宋卡府进入紧急状态，成立指挥中心，展开救灾，提供装备甲物资进驻灾区。泰南大象协会一个表示，包含台籍员工甲住伫和爱的台湾人，目前至少5人因为通信登记失联，引破这人住伫高楼层应该无危险，希望赶紧联络到。高雄南马来西亚一直落暴雨引起大水，严重冲击几个州，影响10万人。其中，外泰国的东北部吉兰丹州受灾上严重，当局伫古州开设临时避难中心，首都吉隆坡附近的居民自5出外拢爱撩水，有居民甲救援人员伫水深卡达有的水内，游载满囡仔船只咧行，个人看到车早就正做泡水车。如果暗时8点发展做轻度风台天晴，当日进前伫菲律宾中部带来强降雨，造成较低社区淹水。中部新的格罗省因为河水暴涨，居民受困厝内甲外口的道路，当地政府派出救生船去救援。目前天晴朝向西北西的方向咧行，进入南海。菲律宾气象局表示，按算天晴会伫日前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恩玲报道。来讲，德国是欧盟甲北约当中人口上侪国家，不过伫咧军力、伫咧核武的这个排名呢，却输予英国甲法国。为着要对抗罗西亚的威胁，德国要来提悬因的国防预算，要来买军备募兵啊，希望伫咧2035年，因的兵力有到26万人。根据德国执政联盟各党的协议，修改了后的兵役制度依然是以募兵为主。唯一列入强制项目的是，自2026年1月开始，满18岁男性公民就要接受兵役体检，并且把资料写好了交予政府，爱表明家己是毋是有意愿要来做兵。德国的陆海空三军正式的名是叫做联邦国防军，总共这么现役的兵力规模差不多是18万外人。军方加保守派认为爱扩大兵员，才有法度应付罗西亚这个假想敌人。Am Tag des 70. Geburtstags der Bundeswehr haben wir uns auf einen neuen Wehrdienst einigen können. Das hat Symbolkraft und vielleicht hat es so sollen sein. 根据澳洲智库新澳洲研究所 INE 的分析，照这么编制18万花，欠要到2万，要达到5年内增加到26万人的目标，可能性无大。所以，伫修正了的兵役制度要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若无兵的原因无够，即寡日日兵役体检的役男，就要用抽检的方式决定因是毋是要来做兵。Wir haben ein neues Konstrukt. Ich habe oft betont, Europa schaut auf Deutschland nicht nur was Geld und Bewaffnung angeht und Beschaffung, sondern eben auch was Personal angeht. 皮斯托尔亚斯所属的社民党是反对征兵制，甲基民党的意见无同，所以来兵役制度也有真侪变数。另外，伫21世纪的德军已经看袂到伫咧二次世界大战横扫欧洲的范式。经欧洲研究所讲，联邦国防军毋若是欠人，包括装备的整体战备能力也勉强只敢若达到50%。即个部分的关键单位因的装备妥善率，甚至只敢若有20%。预计拄则就任的德国政府想要建立西欧上强的传统军力，可能也有真侪挑战。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看转来到咱台湾，去年三道二风台，甲台东一寡桥、一寡产业道路所歹去，到甲即马山区一寡路是也未受好势。也昨暝呢，金方向有一对翁仔某驶车，那像讲哦是对路草无熟，佮无电火来照怎无细力呢驶落溪埔，加在有人发现，报警察甲因救出来。2暗，这只轿车爬落去5米深的文理溪，两个民众伫溪底等待救援，经小姐报案，派出救助车，陆续将这对受困的翁仔某用吊挂的方式救出来。一名刚夫妻，一男一女吼，现在状况看起来是还好，剩下部分可能就要再请警察他们详细了解。事故发生的所在，伫台东县金方乡新兴村的文理溪。因为去年三道连风台，甲当地的桥甲产业道路冲歹去，当咧整修，这对翁仔某可能对路草无熟悉，沿路阁无路灯，路看袂清楚，看到大坑口，想讲就是车路，驶过去就爬落去5尺深的溪底。他的印象，他可能上山的时候，他就顺着大的便道走了，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天色比较暗哦，所以那个路的状况会比较不明显。当地民众质疑讲，可能是厂商无采禁止通行的告示牌，造成外地民众驶车爬落去溪底。县政府有照工程保险赔偿，嘛有派专人去慰问，未来会积极要求厂商把防护措施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宜宾市高雄专勤队11月19号伫咧前镇、林武、凤山几哪区拢总掠到17个失联的渔工，也其中呢前镇渔港查到4个，有一个人哦，惊互专勤队来找到，竟然走去秘伫冷冻库，好出来是尴尬袂讲话。因为感觉大家面色唔是细，高雄专勤队的人详细问掠到的这3名渔工，确认是唔是也有人迷咧？果然伫零下6度的冷冻库内底，找到第4名失联渔工。宜宾市讲，为着要闪见细弱的印尼籍渔工，凊彩3领塑胶布盖伫身躯，就安尼秘伫冷冻库15分钟。等到因开门找到人的时，规身人已经寒甲无在着讲话。小心有会滑哦！哦，迄个20分钟伊就失温啊。有啊，伊迄个你也目口关起来，内底袂当开啊。一定爱外口有人替伊开就对啊。啊，真新型的。真拢全新的较济啊。啊，新型的会安怎？新的伊内底有一支我知影是有一支单挤咧，啊就当开啊。事后伊讲是一直细倒车，因为伊买的是巨型的冷冻库，无在条队内底开门出来，差一点就性命休去。宜宾市表示，19这天因除了伫前镇渔港的冷冻加工厂掠到4名失联渔工以外，一群头伫仁武凤山管内所在嘛掠到13名失联渔工。后续会调查渔工甲雇主以及幕后的中人，是毋是有牵涉到其他违法的代志。前往高雄市仁武、凤山及冈山等地多处热点埋伏查缉，一举查获17名非法外来人口，案经带回查办，将深入调查非法雇主责任。宜宾市强调，请失联渔工来做工课，按照就业服务法，上悬会当罚75万，请民众千万唔通贪方便、贪俗，倒来违法。记者柯家祖、柯超雄、高雄场报道。也嘉义市有议员质询，讲有民众会甲乌多摆开入去公园，毋若破坏步道、破坏草坡，也这种行为嘛真危险。也嘉义市有38大公园，管理员煞干那7个。市府表示讲会讨论引进科技来执法改善问题。伫公园内底，记者直接徛伫民众行的步道顶面，公园边仔人行道嘛不时看到囡仔按让机车的状况，实在真危险。有议员伫议会质询表示，嘉义市的公园拢有发生机车徛入去的状况，但是一直拢无好的解决方案。公园都是建设处所管的，
但碍于我们嘉义市总共有38座公园，可是目前我们嘉义市仅只有7名的管理员，所以在人力上是非常的不够。我巡楼要骑又较济啊，我巡楼有派出所有来讲，讲乌多嘛共骑入内底。议员即阵时表示，公园内底违规行为，警方无法度用道路交通条例来处理，建议主管单位引进科技执法的系统，改善公园内底有人乌白骑机车的状况。利用监视器的方式，然后它会锁定车牌，当你骑进来禁区的时候，它会先用大声公来提醒你，你只要再不离开的话，你可能就会借由它可能往后你会收到罚单。嘉义市建设处表示，会配合议员的建议，针对较有机车骑入的公园，研议来引进科技执法的系统，嘛会甲警方合作，改善入口动线甲标识，减少机车骑入去公园内底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9月是花莲江河马太安溪房山湖做大水，这个鹿谷麦是抢落来600多公顷的产地泉引起海东边无法度来做事，这个损失是真惨重。即马花莲农改场是去协助农民开始恢复种植。林先生种的7家水稻啊，产地内面拢是鹿谷梅，毋但是今年的稻啊拢坏去，连设备也拢歹歹去。最后已经过2个月啊，想要复耕也无材料。只能那一整片我先休耕1年啊，这一起收割全部死，工钱、肥料、秧苗那些整个扣一扣，我觉得够我。另外，产地内面拢是粪扫，抑个鹿谷梅空气袂对流，对农作物的根无法度喘气。农民认为应该把鹿谷梅清掉，囤一寡会当种植的土。民间的那个施工单位，就比如说是怪手那些，我们有估价。那因为政府给我们现在就是说1甲地的那个复耕的那个钱是10万块嘛，可是事实上10万块做不出来。为了要协助受灾农民，花莲农改场特别伫咧公布办复耕技术讲习会，评估农地鹿谷梅有偌济，并且检测是毋是有重金属污染，指导农民做农地改良。就一流的整个的田土淤积都是安全干净，但是它就缺少有机肥，所以在农地复耕的时候，我们就是指导农民要加入有机肥跟它混拌。那如果淤积这个比较深的，就是在表层混拌有机质。不过，马太安溪南平爆发鹿谷梅较深的产地，就像是芳草园、佛祖龟附近，若想要复耕就较困难。农业部正伫咧研究，看是用出价买，或者是换土地方式来处理。不过，也是尊重农民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咧种菇咧生产菇，一个太空包一档差不多爱用2亿包，所生产出来一个废弃物有14万吨。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就用微生物的技术，甲菇类这个村的物质转化，搁再利用，开发做有机肥饲料添加物。也农改场表示讲，即卖已经甲技术授权予业者，伊佫讲逐档会当有3000万的产业基地。大卡车的车道拍开，内底全部拢是种香菇的太空包废弃物，再来回收厂了后，利用机器甲太空包的塑胶螺拆开，内底技术区会当转化再利用。阮即马一工差不多会上收10万至15万粒的太空包，一个月落来可能300-400万包。迄个处理量。台湾即马种菇吼，目前拢伫咱中部遮啦，像咱台中、南投、甲彰化有废菇包的这个技术区，这咱咧处理吼，较早拢是可能就乌白片，因为咱就是用来做这个肥料的调整材，是讲就咱栽培的这个介质安尼。台湾的菇类生产一年大约使用2亿包的太空包，等于会有14万吨的太空包废弃物。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运用微生物技术，甲太空包内底的技术区转化再利用，开发做菇肥、饲料、甲土壤的调整材料等等，建立农业的循环经济。因为咱这个技术区落来了，其实有足侪会使利用的所在，像咱台中改良场，阮就开发。一个是咱用咱的木霉菌处理料，咱处理伫这个菇粪遮。咱这个技术区这产咱的菌马上用伫咱这个饲鸡下骹这个垫料。
台中农改场表示，目前已经有授权技术予业者生产，预估明年会当有3000万的产值，通处理大约2万吨的太空包。不过回收业者嘛反映，目前太空包的塑胶落架回收的成本悬，真好处理。嘛望政府未来会当加强辅导，和回收系统更加完善。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卖规定袂使用喷来饲猪，也喷会当安怎来处理？南投县德山镇公所呢，伫咧2019年都有设系统来处理喷，做有机土用来种花草。也南投县府呢表示讲即卖政府有关是禁止用喷来饲猪，所以呢，因会先甲喷用来漚肥，也若喷消化袂了，会先暂时放暗卖场。像这个季节就可能秋海棠啦、海牵牛啦。清洁队长真骄傲，介绍因种什么款的花草。这是南投县德山的清洁队，公所对2019年开始，甲收灯来喷，全部去化。那做肥也包做有机土免费发放，清洁员正会每个月第4个拜六免费送，大家小项公园内花草也拢是对家来，民众回收40个花卡，过会当换有机土，甲喷变肥，循环再利用。德山镇公所吼，对民国92年就开始做厨余回收堆肥工作，预计甲108年做堆肥种花，回收资源的代志，对德山镇公所讲实在无啥物影响着。公所也表示，甲喷气化成功的经验，也去因其他乡镇来参访观摩。也若目前南投县逐工产生大约30公吨的喷，县府讲因为中央也未恢复用喷饲猪，所以除了摕来漚肥，消化不了的是暂时先放掩埋场。县级的这个厨余处理设施，预计2年后可以完工。那当然，2年后完工之后，我们再来推动厨余禁止的政策，对南投的帮助会比较适合。南投县府目前正咧规划处理喷的设施，按算2年后完工，因为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材料处理喷，所以南投县环保局也希望中央建立监控机制了后，会当先恢复用喷饲猪的政策。记者辛基南投报道。天主教灵医会神父米克林伊来台湾已经61档，为宜兰艺术文化来奉献，也以成立南洋舞蹈团，成做第一个伫咧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也米克林更加是推动宜兰国际动员节重要人物，伊邀请真济国际团体来到这个宜兰表演。县府为着要表达感谢甲敬意，今日是发英语冠名证予米克林，米克林正做全县第16个英语冠名。感谢大家的祝福。天主教灵医会神父毕克林来台湾61年，长期为宜兰艺术文化的重金来奉献，成立南洋舞蹈团，正做全球头一个伫天主教总面头前表演的团体，为台湾做好国民外交。代理县长林茂兴颁发英语冠名证予毕克林，表达敬意甲感谢。因为毕克林也是宜兰热天重要的活动，国际动员节无法推卸的人物，邀请真济国家表演团体到宜兰演出，互动员节正做亚洲第一个得到国际民俗艺术协会认证以囡仔为主题的国际民俗艺术节。这一段时间呢，我生病了，但是回去了。影响他们。毕克林神父表示，虽然即马身体无好，不过也是会继续工作。时常到南洋青年会甲舞蹈团关心，影响搁较侪人。伊即马工作的重点是人才的培育甲传承，确保伊伫台湾所做的代志会使继续传出去。伊表示，家己是宜兰人，搁较是台湾人。所以我们每个国家都很成功，每个国家都很希望我们，所以。我是台湾的人民。毕克林神父是宜兰第16位英语冠名。县政府表示，动员节已经累积100个国家、433个团队到宜兰演出，佮吸引超过1219万旅游人次。这拢也感谢毕克林神父的付出。英语冠名唔但是对神父的肯定，也表达所有宜兰的乡亲上诚心的感谢。国际新闻采访报道。新北板桥浮洲过去上出名的就是望年花茶，也都有幼稚园呢，为着要互囡仔知影望年的故事，老师教囡仔是用望年来写台语歌，保留在地的文化基地。一
这首台语歌的旋律，大家应该真熟悉。这首台语歌是对囡仔歌小天使改编来的。新北市大馆幼儿园伫咧新北市板桥的蒲洲啊，幼儿园以万年花做主题，老师和囡仔做伙填台语歌词。一个人讲台语，阿公甲阿嬷愿意甲囡仔来讲台语，甚至是咱的老师嘛是拢。开始有学台语的语言，咱会较晓唱的像小星星啊，吼，啊个遮个歌曲咱较入听啊，甲台语的歌词投入去。园长讲，板桥蒲洲啊，过去上出名的就是万年花茶。今年带囡仔伫咧社区行大的时，一阵囡仔叫万年花的香味去饮，所以学校决定带囡仔甲万年花的基地吹回来。2、1，请节目。这把万年花的图，就是幼儿园的学生和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斗阵画。最趣的是，就是迄囡仔，伊是咱叫伊安怎画，但是伊一定袂安怎，一定会照家己意思画。所以咱爱帮伊修尾。除了画图、唱台语歌，学校也重新伫咧校园种万年花，希望囡仔伫咧花棚中看见土地，感受文化的力量。记者陈阿选、林旭凯新北报道。根据国建署调查，咱台湾老大人有出的这个比率呢是13%，意思就是讲哦，全国有61万的时代有出的镜头。也为着要关心长辈伊的心理健康，就有民间团体拍底片，鼓励老大人爱加出门，嘛希望各界会当重视这个老人有出的问题。老啊吼，拢无变啦，叫伊生活无好啦，加开钱若见啊个，也是实的烦恼。这是当时基金会和艺人斗阵翕的公益影片。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大人的人口增加，老大人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关心。根据国建署的调查，台湾老大人有出的成形率是13%，等于全国有61万的时代有出的镜头。所以民间团体推出防治老人有出计划，希望各界会当重视。也是讲这个囡仔吼，伊拢大汉啊，拢嫁出去啊，也是讲成家啊，吼有家己的事业、家己的家庭，所以变做讲空巢期吼，老大人一个人伫咧厝的，所以这个忧郁症的现象嘛是愈来愈严重。当时基金会嘛表示，根据国外研究，大部分社会人的郁卒，拢是因为感觉孤单，也因为和社会互动变少，无归属感。为了让长辈人老心无老，前卫生署长叶金川嘛出一本册，鼓励时代爱行出门，因为治好郁卒头一步就是爱出门。太极拳啦，爱做什么瑜伽啦，什么，上复杂嘛吼。啊，至少行路，大家拢会晓嘛，一工出去外口加行几遍啊，招一寡朋友，招附近的朋友。安尼自然就会解决你的心情郁卒的问题啦。足侪是因为寂寞造成的啦。基金会也希望透过影片提醒少年家时势，爱加关心时代。只要一句话，就当挖进老大人的心。做时势的，若愿意开嘴问，老大人就愿意开嘴讲。简单的请安问好，就当让老大人感觉大心，心情快活，会当健康吃饱日。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19度至22度，中部地区19度至27度，南部地区22度至27度，东部这边19度至24度。高岛地区16度至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